大家好，呢一個咧係一個彩球分類嘅遊戲啦。咁咧，我哋喺入邊咧可以見到咧有一個碗啦，入邊有啲波啦，跟住有啲杯咁樣樣啦。啲杯係唔同顏色嘅，啲波亦都係唔同顏色嘅。咁我哋玩佢咧有兩個辦法嘅，就用一個鉗啦或者一個羹啦，去將呢啲波攞出嚟，擺翻入相應顏色嘅杯嗰度。咁呢個遊戲可以訓練到我哋對顏色嘅感知能力啦，同埋我哋嘅手嘅協調，同埋手眼嘅協調。咁咧，失敗咗唔緊要嘅，我哋最緊要俾啲耐心，一個一個咁樣將佢擺落去。如此類推啦，當我哋所有波都擺晒落呢啲杯嘅時候咧，遊戲就為之完成啦。